今日起，你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。我们修行了这么久，总要去见见外面的天地吧？寒师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方天地之外有什么？从轩辕的反应来看，此阵当是用来远距离传送的，可惜损了一角。外面的天地吗？好像莫大夫也说过同样的话。大挪移令。这又是什么？丹药吗？多少贪婪、算计和梦想，就同这远方的旅人一起归于尘土吧。果然是白玉之主的主嗣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亏得小丑见到此人背影时有所触动。师弟呀，师弟，当年我俩一同犯的老鬼，约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为何自行逃走？难道是怕我将你炮制成天都炼魁？算你机灵，我还真有此意。没想到你竟然留了传承。不管此人和你什么关系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疼死了！每次老祖上山，都跟散架了一样。适才听那个人的名字，姓韩的，果然当初用了假名啊。不过我这么一闹，多半夺去天星城了。可惜了。走吧，回岛。孙师叔，跟着我们回家吧。
些神雷克制，看来此战若能抓住机会，也非全无取胜之计。这才是阁下的真面目。此法名为玄魂炼妖大法。所谓煞丹分身，不过是其中的皮毛罢了。自从你们上得此岛，就注定是本座的囊中之物，早点晚点又有什么关系？此岛果然是你的布置，这些年来不知祸害了多少寻宝之人。可惜都是些废物，修为低，资质差，夺舍都嫌不够。哎呦，幸好你带来这傀儡分身，虽说神魂尽失，但这资质倒是不错的。此人曾是在下挚友，被人所害，才不得已化为分身，常伴左右。而今却被阁下夺去，此仇不报，又叫在下如何谢恩？哟，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。可惜，在这乱世中，最不值钱的就是情谊。且看我那两个逆徒，本座养了他们200年，还不是说背叛就背叛了？还不是说背叛就背叛了？阁下所说的其中一人，多半便是当今极阴岛的主人极阴老祖。此人纵横乱星海已有数百年了，若阁下是他的师傅，岂不是已经活了上千岁？既如此，在下倒是要称呼阁下一声前辈了。你小子怎么不打架，改攀交情了？攀交情也罢，本座叱咤乱星海这么多年，最后却落了个只能苟延残喘、设局钓鱼的下场，全都是拜那2个女徒所赐。2个女徒！你若是说不明白你的来历，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活着给出此地的。此人莫不是疯了不成？前辈说了这么多，想必也未见得就有把握能拿下在下，否则早就动手了。不过，只是前辈单方面提问，在下也未免太吃亏了一点儿。在下也有几个问题，不知前辈能否解答一二？到这个时候还这么沉得住气？不过我怕你知道的太多。小命可就难保了。
这个就不劳前辈担心了。说到这儿，还不知前辈高明。本座玄谷上人萧畅。你可曾听过？想来也是。好了，你问完了，该本座了。你说你所学得自一册书简，把那书简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仅凭此物，证明不了什么。你当初是如何得到此物的？说来听听。在下主修的功法与前辈并非一脉，以前辈的阅历，应当看得出来才是。至于这书简，乃是在下灭了一个邪修从对方身上搜来的。至于他又是如何得到的，在下不得而知。你既来此，又身具玄阴诀功法，本座谨慎一些，也是无可厚非。本座问你，在那人身上，可还得了其他的东西？其他东西？莫非他是指那虚天残土？前辈，既然有此隐匿夺舍奇法，为何还在此地困了如此多年？莫非前辈的玄魂炼妖大法有什么缺陷？是见不得阳光，或者是被一些法宝克制？小辈，你以为本座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吗？这就对了。那前辈以为在下就会告诉你一些与前辈无关的事情吗？有意思。好了，该说的在下也都说了。若前辈还是不信，那在下也没有办法。前辈这小剑出自金雷厨，其中神雷专克一血，想必前辈是知道，此种神雷，在下还有的是。狡猾的小子，明知道会两败俱伤，还要拖着本座。虚天残土，他也有，那他肯定知道这残土的使用之法。既然你和那两个逆徒没有关系，本座也没有什么时间和你多耗了。本座另有要事在身，咱们就各行其事吧。另外给你个忠告，如果你再在此地逗留的话，恐怕我那逆徒
很快就会闻讯赶来了。这老鬼总算走了。没想到辟邪圣力的消耗如此之大，若再拖下去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几位道友，你们安息吧。金兄，若是日后再叫我遇上此人，今日种种，定与他一起清算。前辈，你们极阴岛是不是师徒关系都很不好？怎么？那欺师灭祖的逆徒你也看到了？老夫我可是苦主啊！唉，想来当年这极阴岛还叫玄阴岛的时候，我对他们这2个徒弟可是倾囊相授啊！婴儿、炫儿，你们2个可要好自为之啊！以后这玄阴一脉的功法传承，可就都在你们2人身上了，莫要让老夫失望啊！是，师父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事情怎么就变了呢？唉，算了，事到如今，与你说这些又有何用？不过老夫看来，你得到的多半是极炫这小子的传承了。唉，当年啊，这2个逆徒可是联手谋害的老夫，怎的后来又内讧了起来？似极炫小子那般耿直，当然是斗不过他师兄的。没想到最后竟便宜了你这小子，可惜他身上的其他东西，看来是没有落在你的手里哈。老鬼看似诚挚，有套话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极炫身上还有什么？不就是虚天残土吗？对了，还有那几颗丹药。什么传承？前辈说笑了。晚辈乃是在一名邪修手上得到的玄阴诀功法，并不认识什么极炫。前辈还真是了解你那2个徒弟啊。接下来是不是该有个了断了？稳住，稳住啊！虽然那9曲灵参是给你了，可炼制此身的配方还在我手里，你也别想着能就此抽身。而且你身上已被极阴下了追踪禁制，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还是会被他捉到的。追踪禁制？什么时候？竟然毫无感觉。你呀，还是乖乖和老夫合作吧，置之死地方能后生啊！前辈莫不是在诓我？难得对你交交心，你还不领情？觉得自己神识强大了？那太小看元婴修士了。不过你也别太过担心，等过了冰火道这关，我们就行动。按老夫的设计，至少有50%把握。除了他，那逆徒来了，恐怕是来找你的。你好自为之吧，我先躲一下再说。你倒是跑得真快啊！就这还要除了基因？
小子，别乱出手，这逆徒只是在给你个下马威而已。先看看他到底找你有何目的再说。前辈大驾至此，有何指教？能够在老夫的一击之下保持如此镇定，看来你胆子确实很大。前辈是元婴大能，真要灭个结丹晚辈，胆子大些或者小些，又有什么分别？你叫韩立，天星城的一介散修，没错吧？既然前辈知道的都如此清楚，在下安敢隐瞒。倒是这位乌丑道人，咱们魁星岛一别，也有110年了。在下此前可是承蒙道友照顾，东躲西藏了好久啊。哎，你和小丑不打不相识，也算是有缘。不过，你且不用担心，老夫不是因之前的旧事来迁怒于你的，只是想问一问，此物你可认识？你果然认得。这血域之珠现在何处？还不速速放出来，让老夫一观！这就是血域之珠啊！哎呀，还以为早就灭绝了。相传这可是斋典的最佳灵兽之一，成功几率远在火蟒和金丝蚕之上啊！哎呀，斋典，难道是金兄提过的虚天鼎？哎，等，老朽同样欣赏有胆识的年轻人，一看见你就觉得欢喜。怎么样，可有兴趣拜入本人门下呀？青某可还从未收过亲传弟子呢。秦道友，此人与我关系重大，你当真要与老夫抢？哎呦，你又没说过要收徒弟，怎么还怪起我来了？以咱俩这几百年的交情，为了抢个人而大打出手，哎呀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何况就是个臭小子，又不是什么绝世美女。不过，若是让蛮胡子知道这里有一只血域之珠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吾兄可要未雨绸缪啊！你这老东西，好话都让你说了。若是老夫不拿出点诚意来，倒是要叫你给比下去了。韩小子，小子，老夫也愿意收你为徒。你愿意拜谁为师，自己选吧。小友，老朽平生确未收过亲传弟子，并且离大仙也没多久了。小友若肯拜在我的门下，我的衣钵自然都由你来继承。小友也不用担心这老魔报复。老朽虽不是什么绝世强者，但护佑唯一亲传弟子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子，老夫不管青老怪给你许诺了什么，但是老夫提醒你，他作为散修，家底儿可是薄得很呐。即使他把身后事都许给了你，你也捞不到什么好处。
而我极阴岛势力庞大，若你成为本祖师的亲传弟子，放眼整个乱星海，都没有几个人敢惹你。要不是知道你极阴岛一脉有喜欢将徒弟做成身外化身的传统，我都差点要信。韩小子，老夫若是你，定然要拜入那逆徒的门下。以他的性子，若是拒绝，你会有更大的麻烦。这3人都有自己的算计，若是可以，真是谁都不想选。不过选股的话，也不得不考虑，总不见得只眼前亏。老夫再提醒你一句，本祖师今于炼鬼之术，就算血雨之主死了，也能将其制成炼鬼驱使。只是这种做法会让血雨之主的能力大减，不到逼不得已的时候，老夫是不会如此做的。所以别以为老夫会投鼠忌器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好好选吧。在下，在下仰慕极阴岛久矣，若老祖不弃，愿拜入门下，侍奉左右。好，好徒弟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了。此物名曰玄阴环，是老夫早年得到的一件法宝，既是师徒信物，也可防身。他日等你正式拜师，为师还另有好东西相赠。这逆徒，此物明明是我赐予他的阴阳环，竟然连名字都改了。此环是其中阴环，虽有些防御功效，但被他手中另一枚阳环克制。若你用此物来对付他，就是自寻死路。夹在这些心机深沉的老怪物中间，若不留神应对，怕是要没命的。只是如今形势所迫，也只能伺机而动了。三兄没牌面呀！韩小子，要是在你这便宜师傅这儿吃了瓜漏，记得来南鹤岛找老朽。老朽啊，保准给你撑腰。老东西，休要再次挑拨。小丑，在。你对老夫收那姓韩的小子为徒，作何感想？老祖行事，孙儿怎敢知会呀？只是这小子颇为狡猾，行事狠辣，多半还得了极玄师出的传承，留在身边，恐怕会对咱们极阴岛不利呀。狡猾，狠辣，还得了极玄师弟的传承。这怎么听起来都很适合做我极阴岛的门人呢？小丑啊！你莫非是起了好胜之心？不错，就用那小子做你的磨刀石吧。将最好的对手做成身外化身，才是我极阴岛的风格。可恶啊！
迟早弄死你！老祖，当时极炫师叔带走的东西里，可是有那丹药在的。这下岂不是也一并落到了那姓韩的手里？依着师弟的性子，多半会自己服用炼化的，不一定留得下来。现在已然不重要了。若是此次能成功夺定，些许损失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带你出来。小子们，不想死的话，就别动飞行的念头了，这可是有禁制的。 韩师弟，这石门内便是内殿的宝物了。我也想挑一些试试。咱们结丹期修士，也就只能在这一层试试捡宝了。其他几层，我们进去跟送死差不多。也不知道金银老魔给吴丑暗示了什么，这么有礼貌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不过若有机会杀我，他也一定不会错过。师兄，若真如你所言，那不找一下惊动方士，岂不是浪费了天大的机缘？你说的是啊，我倒是有这个心思，但进去取宝成功后，又会被传出去。自动传送。老祖吩咐过，师兄要有师兄的样子。此行，我必须寸步不离的好好照顾师弟。韩磊徒弟，宝石盖在这儿，等为师回来。小丑，这两只天毒师暂留你去使。 坚持多久？韩立，此人是极阴唯一的后人，也是他的附体媒介。我若灭了他，想必极阴也会难受一阵儿吧。这老鬼选择在自身灭掉吴丑，就不怕打草惊蛇吗？真和此人有勾结？小东西，你挺有能耐呀！
玄阴魔气应该这么用。原来是师祖，你老人家给我次机会吧！求求你！我倒是想，可惜当年那2个逆徒可没有给老夫机会。如何维持平衡？你不是想要我的辟邪神雷吗？给你！休要得意！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？谁管你？好啊，我也不管了，都自求多福吧！韩立，修罗圣火处之即死，我们先逃出此地，改日再战吧。这老鬼看来是真怕了，绝不能让他逃走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你疯了吗？还不快逃！当真要不死不休了？我们知道彼此太多底牌，就是不死不休啊！天地一步了，小子，走！是不死不休吗？这才相信呀！韩立，出来接着打呀！这都能沾到，看来这运气还真是不在我这边儿。不过，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是你赢了，韩立。
这金雷珠小剑也就算了，这骨头算是怎么回事？修罗圣火都炼不化。去。唉，没想到在这枚骨片里都藏得这么好，还是被你发现了。狡猾的小子，别显摆你的提魂兽了，我不逃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哈哈，死过一次了，那个滋味不好受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把全本玄阴诀传你，这可是元婴期的顶级功法，还有玄阴岛的传承，都给你，放我一马。还在气我夺你分身？好办，我亲自来做你手下，给你当牛做马，如何？唉，看来你是铁了心不肯放过我了。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哎，等等，基因在你身上下了追踪禁制，你自己最好查一下，将其抹掉。还有，基因手上的玄阴功法不全，每个甲子都有那3天，全年阳气最盛的3天，他的功法无法运行，所以说那是杀他的最好机会。还有，前辈。前辈，安心的去吧，不要在这耍赖了。有朝一日我若是能胜过基因，我定送他去见你。行吧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也算安心了。残魂之身不入轮回，就不劳你动手。韩立，我们后会无期。这一次是真的死了吧？那就再见了，老东西，最好死透一点，别再活过来了。这从虚天鼎中跳出来的，多半就是不天丹。此前的种种线索拼起来看，玄古获得的那颗不天丹，多半后来落到了极炫手中。只是他当时为达元婴，只得草草服下炼化，又被金鹰追杀，仓皇逃走，最后才饮恨天南。看来这虚天鼎还真是与我有缘啊！不远万里也要送到我这里。